祝你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祝你好，祝你好。各位先贤，大家请坐，请坐下。咱前面各位点人师，咱各位领任副领任，各位组长，各位先贤大德，大家好。祝你好。大家会使讲是非常的辛苦啦。那今仔日呢，从透早呢，坐到今依照这个心来讲起，应该是会感觉讲一点疲劳。各位前贤敢会？嘛有买嘛有跌啦。那当然对这个身躯呢，现实的疾病，这就是咱无法度。当然，一个身体上的负担，当中是有限的。那当然，咱也家己坐较久，做较粗重，难免一定会较疲劳。但咱今仔日呢，大家来到这个道场那为了着这个心性、诚心呢，要互伊当伫咱人生的圆满，未来自性会当回归倒转到伊的原点。那唯有安那付出尔。那么伫付出的当中呢，当然这嘛是一种的历练呐。所谓修心练性，咱若无照着这个环境，照着这个真理，其实咱无机会，互咱会当修心练性。因为咱来到这个世间。真细汉，那么捌代志了后呢，所接触到的，就是在这个城市的内底，所以讲，人讲刀割一尺，魔割千丈。尤其是咱出世了后，那么伫迄个不知不觉，有而不知其有，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治，那么。甲咱求道，感受着道理了后，咱会去了解了着，伫咱的心意之外，咱还阁有一个真人，就是自性。那么这个自性，可是伊是不生不灭的，人无伫的，毋过灵性阁存在。但是灵归何处，拢总是大问号。所以讲，过去真正的修行者，千里访名师，万里求考决，是为了着赢出一切，毋是为着福禄寿。所以讲呢，咱伫求着道了后，那么由着咱的前辈者甲咱做一个启发，对无了解，伫不知不觉的当中呢。来达到先知先觉，互咱去了解，咱每一个人有了着这个自性，唯有要互咱人生圆满，那唯有就是真理互咱。那么真理互咱了后，咱会当以着真理为依归，来改变了着咱的过去的不知不觉，然后。会当变成是一个知觉。那么咱中间师弟后壁所甲咱讲，无论咱了解偌济，知觉偌济，捌偌济，清楚偌济，若无付诸于实践，迄个幸福走袂出来，敢是？咱未来自性要当真正止于至善，嘛无可能。所以讲呢，咱必定爱照着环境来历练着咱。虽然来到遮，或者是讲咱平常时在咱各单位为着道场的拍拼，为着自己的拍拼，为着咱的前贤大德的拍拼，所付出的一切，
点点滴滴，喜怒哀乐，即个酸甜苦辣，其实就是照着即个当中呢，咧力量了着咱的心境，要互伊当达到了着境界。对有诶内底要安怎互伊变无？那么伫无诶内底要安怎互伊变有？即拢是爱经过切磋琢磨，那么呢，要安怎来处出了着伊中庸之道，然后呢，当有法度达到圆满。若无环境互咱历练，咱要安怎成就？各位前人敢是安尼？真正哦，因为安怎讲呢？咱有当时啊，讲福袂歹，但是有当时啊是因福得啥？得好嘛。咱讲好无好，敢有遐绝对？嘛无遐绝对，会因好得福。所以讲起来呢，啥物是好甲歹？毋知。所以讲呢，咱一定要经过好甲福来调摄了着咱的心，咱才知影讲，迄个真正好，好伫对。那安尼咱甲了解起来，福毋是真正的好，好毋是真正的歹。那么啥物上好？各位前人，好福拢是世间的物件嘛。那么啥物上好？自性的圆明上好，敢是安尼？自性的圆明，也就是互咱圆满了伫世间的一切，世间的一切圆满，就是咱自性的圆满。所以讲呢，咱伫即个修行学道的当中，无论是先天甲后天，统统是相像，是咧历练咱修主。伊一点清净的心，必定爱经过了着顺逆、曲直、是非，无论咱对也好，毋对也好，总是互咱一种的启发。咱要甲伊调摄到中庸之道，达到了着清净无碍，唯有真正爱照着人事物来活。各位前人敢是安尼？所以讲呢，咱前人点汉书呢设计遮济的班会，其实要互咱得到法，得到法就是要互咱用兵千日，用在一时。当咱面临着人事物的当下，那么用出了着这个法本来平衡了着咱的心。伊会当得到迄个至善之处、至善之法，那么自然而然呢，咱伫咱的心思内底呢，自然会当得到智慧来平衡了着迄个一切。伫咱日后伫修行下好，伫后天也好呢，咱会落自然而然，心平一切就平嘛，敢是？所以讲呢，虽然逆境无好，但嘛是爱有当着啦。因为不经一事，不忠一智嘛，所以毋免惊，毋免惊代志。那么无上好，若有，嘛是爱用感恩啦，感谢。唯有感恩才会当互咱力量。互咱伫修行学道愈来愈有信心，嘛当修行学道会当互咱达到了着真正的圆满，未来会当超越着世事，干那即条路尔，无啥物人好选择。毋通想讲修道修甲安尼，足无爱修，佮再选一条路来行，剩的迄路拢总是不归路，拢总是轮回之路。所以讲呢。当咱当着逆境的时阵，咱一定爱用真理，甲咱平常时咱的前人点汉书，甲着咱讲师，那么呢所甲咱自比开始的，用在迄个时阵，咱就会当平衡了着咱的心，互咱力量，互咱再出发，互咱的智慧更加较好。那么伫咱的修行学道呢，会使讲是指日可待啦。自然就会当圆满。
那安尼呢，成就就无困难。那么相信今仔日呢，有咱讲师的慈悲，甲咱开示，相信大家对着了这个道理呢，认识更加较济，对人生的真谛了解呢，更加较彻底。相信讲咱的体会，会使讲是非常的济。那当然呢，咱这段时间嘛，就是讲，互咱心得分享，甲咱所感受到的、体会到的迄种的好，会当过来，互咱更加较济兄弟姊妹呢，会当同赞欢喜。为什么咱济公老师伊来念段了后，伊伫要走的时阵，甲咱讲，伊足希望甲咱留落来。咱各位真贤，咱敢知影？为什么伊希望甲咱留落来？咱各位真贤，今日讲师甲咱慈悲开示的，咱感受好来歹？好啦吼。即个好，敢有二律四律？敢有？是经过一天两天，经过一礼拜两礼拜了后，又搁走无去啊？敢会安尼？会啦吼。所以讲，咱的济公老师，伊会讲。这个发挥表想要搁甲咱留落来，也就是伫咱感受着真理的当下，咱迄种的发起，咱迄种的志向，迄种的志愿，会使讲是，会使讲是安尼非常的即个强烈，但毋过呢，离开去了后，往往呢，拢会去互伊冷却去，所以讲呢，希望讲咱要安怎来培养了着。咱即种的热度，这就是咱要学习，互咱260种内底呢，拢有力量支持着咱行伫即条的修行路啦。那因为时间呢，或许能够耽误啦吼。相信有真侪浅显大德呢，会当来甲咱分享，嘛会当来疗愈，大家呢会当去增长了着一个智慧。我方呢，即马来非常的。郑重的邀请咱浅显大德呢来甲咱分享咱今日的心得，有对这浅显呢愿意第一下呢来咱这里浅显请咱以热烈的掌声是咱洪大姐咱有当时时间上可贵啦咱大家会当甲即个重点阐述一下马天啊。诸位点团师、助理、领任、组长以及各位真贤大家下午好。下午好。现在由何学来甲大家学习报告，咱会使起甲下晡学习即个经典，由咱3位讲师甲咱分享，甲咱开示大学的经典。希望上天的慈悲